动吃来做事。有转到要是世界地方，还记得两年用夫君的夜路，嗰件事太人简单，写人嘅书，强下来丢那年，两潭太悲痛，风景一张，还有夜话有嘅雕刻。夜这个世界，年年嘅人潮来看，怕两顺，时间嘅河把流，把流，几多人嘅长存岁月底啊，不管时代嘅变化，本qui变都安容，佢依然系。最强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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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哎妈，哦，你唱的不错哦。这是你的新歌是吗？对啊，这首歌叫《时间给好吧》，我写给龙潭，因为你知道去年嘛，就是龙元宫就是建庙200年啊，这样子，这是我写给龙潭的歌。第一次在老家唱这首歌，我觉得感觉很不一样哎。你还记得以前俺CC时节在龙元宫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他会和阿公，然后他们就是跟着阵头然后打太鼓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有。不过我好奇的是。爸爸和阿公他们那个时候怎么会去参加这个阵头打太鼓？这是我小时候很期待，每次庙会啊，就是龙元宫，假如说慈珠宫有活动有杀猪公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会有机会？对啊，我觉得这是我蛮好奇的一点，这样子。因为好像每一个村都要派一个代表过去，阿公就带着爸爸，对，或是邻居，还有邻居。哦，难怪我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就印象深刻，因为就是每次有活动的时候，就是会有舞龙舞狮啊，或是什么贝壳精的啊，是对。可是像妈妈，你小时候有这样子的活动吗？有机会参加到这种活动吗？没有哎，嫁来这边才看到你阿婆居然会养大猪，你记不记得养欧贝贝？有啊，以前我们小时候阿婆阿公我们都讲说欧贝贝，讲猪是欧贝贝啊。我记得好像有1-2年，就是我们家有个猪有变成那个神猪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是每10年轮到我们村庄一次，所以阿婆你记不记得？阿婆就会搬豆请客，轮到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养猪有得名的时候，人家就会打金牌给我们啊。哦，所以养猪得名还可以打金牌？对啊，人家会来祝贺啊。妈，那你嫁过来的时候，你会需要帮忙养猪吗？或是做农事什么之类的吗？没有哎，都是阿婆，除非说家里割稻，也要帮忙来煮一些点心啊、茶水，给爸爸还有请割稻的人来做。哦，那对吃这样。哦，那这样还好。我以为你是那种人家。那种8点档连续剧里面那很辛苦的媳妇，这样其实你还蛮幸运的。对。我们讲了那么多，你有煮什么东西吗？我肚子饿了。是哦，我有准备一个点心，好，到时候我们再回家。爸爸在菜园等你。好啊，他有事情交代你。好，拿一请给我去找他。好。我做嘞。啊。妈还压了前面。我到底有找啊。哦，我听数冇。啊。我老人听数冇。那会好我看。那我吃看啦。好啊。这差不多50公分啊，剁团嘞。好。吃看啦。
要剁中间吗？这个结的地方吗？还是不要剁？唔是，嗰啲骨頭很硬啊。哦，都嗰啲。要不要？哎，我吃饭了。哎，等下，哎呦，我没有砍过柴，这样可以吗？磨糖啊，係啊。你看，係啊。这样可以吗？做得我要给吗？哈。做得。哦，成邊我嘅等下拿過去。哦。哎，等位一下數所謂糖。要用力一點是吧？哎，嗱，加個等位。哦，係嘛？哦。这样有点危险，这样喷来喷去。对。吞多士理數啊，嗬。好。呀，而家都做嘅都磨好嘅呀。磨好。係啊，特別嗰度做嘅嗬，難記得冇細細嘅時間嗬，又後尾咧出嘅壓料啊，對啊，講你哋行菜嘅時間，嘅做嘅都破下嚟嗬，用嘅種嘅破螺絲板啊，哦，伸太廣嘅嗬，做圍籬啊，綁起來啊。哦，我記得，我跟你講，以前的阿公在這邊劈柴的時候，砍這個竹子的時候，要拿新鮮的強水。係的，強水它好味的。係啊。那媽媽叫我來幫你，那我們是要來拿柴是嗎？對，按到拿就送轉去。好，安尼應該差唔多啦咧。好。哦。加料全部哈。等我入去。全部拿起來。你講按豆在做嘅，你用是從哪裡弄來的啦？我家講你做嘅磨好啊，做一跌落去前淡啊，也唔是為壓料你哋位啊。所以你做嘅較模擬嗰種嘅，可以嘛就中書嘅。哦，嗰陣送奶好冇？對啊。做嘅暗槍。誒。入邊，我要八股。乜八股咯？轉彎啦。轉彎，八股轉彎啦。哦。哦，做得好。好。讓你轉。哎，爸爸。哎，有咩？悶哦。哎。以前你要柴啊、竹子啊，除非你到暗豆的時節，漏雨天用辦呢？怎麼辦？就不會發霉嗎？咪發天呢？暗豆啊，冇炸起來啦，反正人家用冇暗豆啦。如果你要用到潮臭嘅機會吼，也冇暗太啦。以前會砍柴啊、生火啊，你說這些竹子怎麼辦？50年代、60年代嗰時嘅時節，還冇買用瓦斯爐啊，嗰時煮飯你就全部燒炭木啊。係啊。燒炭做來煮。我意思就係講燒炭做嘅時節，落雨天呢，發用辦哦。嗰天愛炸，因為你嚇唔咩接用嗬，反正嗰潮臭暗豆啊。哦，做肥料啊，咁樣啦。哦。誒。講咩戲啦？誒，跟住吼，嗰種人咪好煮點心就對啦嗬。啊，個潮臭拿落去哦，啊，不宜用啦。哦。OK 哈，就變我哋入邊做的。菜有嘛啦，天数哎。好啊。哎，放哪里？放哪里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水滚了没哈。好哦。哦，水滚哦，请帮我看一下柴火够不够，火够不够？哎，妈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富贵糕。福贵糕，你什么时候学这个？哦，已经学1年多了。哎，你说我想学这个福贵糕。福贵糕很好吃啊，传统年糕你记不记得阿婆以前做好？我记得刚刚啊，阿婆以前做好的年糕不是都会用炸的吗？我有印象。会很硬啊，可是这个做好，你放冰箱拿出来都还软软的，不用再回蒸，它的好处就是这样。哦，对。啊，这个你现在要做哪个步骤？我和爸爸帮什么忙？哦，我看一下我的面团好了没？哎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帮忙拿吗？这个对，帮我一下，把它倒到这个里面。我们要倒到这里面。对，用这个。好，对，那这帮给它放洗水槽洗一洗。好，好，对。哦，不按那落水。哦，小心烫哦，爸爸你要小心一下哦。哦。哦，水安滚哦，專門的啊，專門手貨。好，我諗講哦，
你就太做头啊，嗯，嗰啲事你嘛，唔係記得我頭擺全部做都落幕嗰陣太做頭。老家的大灶啊，对啊。小火因為廿尾啦，然後行我生咧，全部嘅寒田吼，所以食嘅青苔包嘅水要清洗哇。啊，部分上拜拜一轉到冇去洗要按海哦，乾脆不下準備就太做啦。有啊，哎呀，爱弟，我们现在搬到到两边的时间，寒天的时间，你都会收水。錯啊錯啊，哎呀哎呀，俺都知道，我都觉得你们时间按懂，俺都有那个热水器就好了，干嘛一定要洗大灶呢？用台州水神。那个热水器，唔對我寫到爽爽啊！如果青苔盆嘅水，如果洗用熱水器哦，就唔辣手啊。俺知道你的时间庆懂，你知道时间很多。手。拉水，妈妈不够热啦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洗澡喜欢洗很热，泡澡啊，你们忘了？以前你们小时候都有以前在老家的时候，对啊，都有大水盆，你们都下去泡。对，所以大灶的好处这样，它水不容易冷嘛。以前俺到大姐姐啊、小雨啊、我表妹他们，就是我们很喜欢抢着顾火呢。没有错，你们都想一直塞一塞，阿婆就会来说，不要放那么多火啊，浪费火柴啊。你记不记得？不是，没浪费火柴哦，因为你塞很多柴在里面哦，比如安粥啦。什么叫做安粥？安粥就是你这个火在烧，是不是要稍微这样架？不是说排一堆的，它没有空气啊，不会热啦。火需要着不起氧气来，对了。哦，我知道。所以说要大概稍微烤茶把它架起来哈，那它这个火才会烧得好，不是说哦我塞多就好，这样意思了解吗？烧火也是一门学问呐。我要来先煮糖水了。啊，我要帮忙的时候，我要天数嘛，给吗？哦，等一下，时间到，你再帮我记抄29分的时候，就把29分，把调的东西拿出来，放到这个锅子里面。我先锅子先加热一下，让它水分少。等一下够大。哎，还要再打一次。所以这个蒸完蒸熟还要再放进去，不用还要再打一次。对，再把糖水冲下去，还要再放你们最爱吃的桂圆，还有对，还有核桃放下去。不同，阿婆以前是做单一的年糕，你记不记得？她没有放这些麻烦吧？对啊，不是年糕。对啊，以前只有红豆，没有加什么核桃啊，还有桂圆豆。对，现在牛眼干、龙眼干、牛眼没有错。那这个你要等几久？要等多久啊？要等到它的温度到，还有大泡泡，大泡泡变慢慢它起泡嘞，这样子泡泡还不行，不行，要很大的泡泡。还要夹吗？还要加一些吗？哦，那加几都得啦，你用那火鉗嘛。好。好，用火鉗夹落去。用火鉗。哎。哦。用大旗啊，细旗的。细旗。哎。这样摆吗？安尼。还要再渗进去一点。做的。按粗哦，冇听落。哎，好。你看等级。你还记得吗？以前这个我们那个樟树锯下来，阿公还在的时候，他不是在那边刀啊刀的哈，然后做成一捆一捆的哈，然后用那个稻草把它捆起来哈，去起火啊。为什么要？对，那比较好起火。那现在时代变掉了，我现在也偷懒了，我现在用这个。你要这个灯哦，一下子就好了。要按照科技的发达。有吗？要学起来，记得哦。好，我们要，我可以不要学吗？那用电视就好了。对，真的。哎，核桃真的很香哎，有烤过，真给某空用，这些可以带回去给我生一生嘛。做的啊，做的啦，是吧？啊，爸爸这是异豆嘛吼？哎呀，人家在种身体健康的，系吗？压黑啦，要活就要动啊，人生出来的呀。动次来做事。糖浆好了，麻烦帮我一下把那个柜拿出来。爸爸爸爸开盖小心哦，烫哦。啊，拿出来要不要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熟。等我一下。好呢。做对了，帮我拿出来倒到这个里面。小心烫哦。哦，很烫，轻手。那个瓜啊，这里面的水，滴度的水一起摆进来吗？瓜子给我。
摆进去。这个水不用先倒掉吗？是，来等一下，好，帮我倒下去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扶好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我要把糖倒下去了。你帮我，我扶着吗？你扶拿着着，按那边的，好。哦。好，帮我拿到那个这边。不用那边。对，帮我要慢走，怎么走？等下很烫哦，你小心哦。滚奶。不要过来哦，这糖浆很烫，会喷人哦。打多久啊？打到它糖浆跟那个面团完全都结合在一起。所以要等这个打均匀之后，对加牛燕瓜还有核桃、张包这不用。对，没有错。按的核桃有先烤过吗？当然要啊，烤过才会香啊，不会吃到生生的味道啊。我记得你以前做那个什么枣泥核桃糕，你对再拌一下嘛，哇，好恐怖，然后感觉会喷，对，所以你要小心一点，所以你刚刚叫我不要不要靠那么近。对，那糖浆温度很高，可是它现在还没打匀呢，还没打匀，看还有白白的嘛，对不对？一球一球按。对，哦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刮刀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刮刀吗？好，可以可以。小心哦。这叫刮缸的动作，这是一定要做的。再用高速来打开，会更快。你有没有看到白白的越来越少？有，而且好像有拉丝，有那个一条一条跑出来。它现在好像你有没有看到成团了？好，你看到成团了，成团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先帮我龙眼干放下去，就先把它。那这个也一起拿，还是你先不要，先龙眼干。好，我知道放核桃放吗？核桃放下去，对，放均匀。好，还有这样。哦，这个快要好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颜色都很均匀，有吗？要学起来，记得哦。哦，好，我们要。我可以不要学吗？还有电视就好了。中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锅子，拿去那边，我们去装模。哦，我把这个放到这个上面哦，帮我分装一下哈。那不用来当白啊。嘿。哦，说对，麻烦你一下，这个也一起拿走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装到这个，嘿，把它装到这里面，这样子。这不是很黏吗？唔会，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还热热的，小小哎，这样子压一压，有冇？按用我这样子按用拉吗？不拉，你试看，猛拉个嘎，啊不够再加就好了。你看做好一个，那么漂亮，有冇？你速度，你速度轻点呢？轻点，我跟不上 tempo， 这样可以吗？手对呀。你先像看，你刚刚没有看我的手势怎么用？你的没有那个，你的是很平整的，我的。你先在手上，所以我现在按用绑起来，拔起来可以吗？没关系，可以啊，收的呀。怎么办？你看一下，这样子我弄得很丑。啊？那用好轻贼，有吗？有没有看到？要这样拍着吗？拍把空气拍出来。对，按用周的吗？周的哦，有进步哦，让我想起 CC 时节以前公园的温老板爷，我们小朋友会在那个。对呀，阿婆不是叫我们要挪板，她不是做一个板娘，水煮滚那板娘熟，再跟生的板呢混在一起，有没有？然后阿婆记不起阿婆？弄的长条小小的板嘛，有板娘啊，切断一颗颗的哈，哎，做沙皮了呀。对，就不你生意呢个喏，哎，给圣宁玩，哎，你们才有事情做，好不好？不会来问阿婆。以前我们小时候都说阿婆我要用，阿婆我要用，还有做要用，好不好？还有做菜包，阿婆的菜包我没有学到，好可惜，阿婆做的菜包超好吃的。OK， 问姑姑，下次问姑姑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完成了，按去完成了，嘿，好了，对，而且很香，很香啊，
可以试试看看。我们现在不用等它冷啊，我们是等给冷哦，这样就是可以。你试试看，热热的，是的啦，你试试看，好不好吃？有没有 Q？爸爸，你试试看啊。其实我弄的。哦。哎，核桃真的很香哎，有烤过，真给某 Q 用，这些可以带回去给我生意吃嘛。收的呀，收的啦，是吧？哦，谢谢反正周都说是那东西啊。哎呀，哇，你家己叔叔带转移。好，谢谢爸爸妈妈圣梦的耶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你等一下去菜园啊，跟爸爸不是要种菜吗？好吧，搞唔种菜哦。好啊，好吧，说要教你种菜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好。哎，玉婷，我等一下要煮菜哎，要辣椒，你可以帮我摘吗？那你要摘哪种？这个是朝天椒，很辣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摘这种的吗？摘这种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这个是熟的吗？还没有，要红，要完全红才会比较好吃，又会有带甜味。所以就是这种大辣，太辣椒，对，就要香就不会辣，对不对？比较没那么辣，像这样子，这个可以吗？要做对，好，对，像这样子啊，我不小心把叶子摘下来，没关系，哎，就摘一点就好，配色，好，煮菜，好啊，好，这样就够了吼。哎，有辣啊，辣椒摘完，看还要煮什么菜啊？好啊，再看看啊。妈，爸爸种暗朵，他又种了什么？我不是叫他莫种暗朵，种菜会种到累死，身体要顾哦。这个我有点搞不大懂，不知道是不是芥兰还是什么。你爸进来的时候，你再问他。哎，你摘菜摘拢有咩？就摘辣椒啊呢。辣椒啊？系啊。还会买其他菜冇？我爱带转一下，都是番薯鸭好嘞啊，番薯鸭青豆。给豆豉章，我转移以前哦，你下日头暗炸的，哦，下暗头让炸下肚哦。啊，你钙片还没有种呢，你等一下要种吗？等下要种啊。那个辣椒都摘好了，我今天的料理好像还缺一道异豆哎。好，异豆就可以做熏豆啊。哦，有啊，好，那有。来，我们去看看。有，正经按色哦。爸爸，这是异豆嘛吼？哎呀，直接摘吗？直接摘啊，出棒啊，伊就下落啊。棒伊都有摘，像你安尼就听落啊。不过要做的是么？要做的凉啊，我本给的是无几多是养分啦，晓得啊？按到你讲没做的是哦？你讲其头爬天然，专门洗抢落啊，你无喷药的啊。完全有机农业哦。哎呀，要怎么做的呢？哦。妈，你要异豆，按有辣吗？有啊，那你要拿回去煮了吗？好啊。等下种菜，你让我听一下么？好啊，没问题。你要做乜噶？啊，种个菇油诶。菇油菜。菇油菜就是大菜啦。哦，是芥菜的一种嘛？芥菜的一种啊，菇油它肉比较厚，芥菜就是做那个酸菜的。啊，爱的。好。先拿出来，一只副的先放一条落去。安尼啊，哎，这样子丢，走的。来，你就这样子。妈，你确定？哎，用对，哎，用这样的可以吗？哎，做对吗？走的啦。那个深耕浅种了哈，种到纯吼，你但我就种到浅按出做的请夹啊。哦，好。好，讲啊。好。那个。啊，我种好哎。你负责这边，妈妈去负责这边。这个是季节种菇油菜吗？还冇？差唔多啦，爱做嘛种啊多，让俺好做啊。唔过，我记得以前姑姑啊，喊嘿，叔叔啊，给或者就是老一辈，你们那一辈都会讲，该讲个，你客家人啊，有铁啊，就一定会种啊，就按那个讲法的，系冇？冇啦，你种铁种我都嫌弃啦，这家，像哦，我会买出来也唔抵种啦，又喷几多农药啊，也唔抵啦。人自家种的吼，有喷农药冇喷农药，俺最清楚啊。啊，做嘛种啊多，下面要种喷就籽啊、青切呀，伢姑姑里头有做来就拿到菜米色啦。意思哎，你不下张哎老伢没量啥，不伢露台都下，那有啥么事，懂冇？人家种身体健康的，系冇？也黑啦，要活就要动啊，人生做安尼啊。系啦。好嘞，种好嘞，淋水淋好嘞，然后那我妈妈我们要去煮菜，煮异豆了，异豆，
干嘞顺沙吼，给鸡卵吼，底下油我盐的啦。哦可以拿蛋了了，啊，好底下好煮点面啦，吼。好哦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那妈妈要不爱迄个爸爸天数拿卵。好，妈妈，你看我剪那边的鸡蛋嘛，该片呢？里边嘛油，里边就是油的啊。哦，那边先剪。哎呀，可能用比较杂啊，那里边吼，俺讲，见到铺的，可能还要上点杂，啊，看里边。你讲这个给在供卵哦？系啊，来，好来，唔使盐。要不要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含7、8、9。小小哎，含小小热热的，它刚它在孵，生出来。当然啦。以前啊，捡鸡蛋的时候，俺看到跟鸡大便啊，都不，我都有点害怕。记得俺以前爱捡鸡蛋那些，哎呦，可以了啦。啊，迄唔拉地瓜含蔬果汁，好可爱哟。唔登记啊，哦，他说我的俺个卵呢，俺的卵呢。冇啦，佢你只盲，你只几盲生嘛，哦系啊，盲生卵啦。哎呦，应该拉卵，按用应该拉哈。哦，我就开门了之后，你就拿点煮熟诶。你讲，你根本应该好搞做嘛个事情，然后我超害怕的，但是我什么一句话讲不出来。因为你们都会有时候讲不听，照我就是利用洗澡的时候来修理你们，你们才知道痛。哎，可是我觉得很恐怖哎，脱光光，然后在浴室里面没有地方跑，然后就要被妈妈揍，这样真的是我觉得很恐怖哎。哦，你还记得我打你哦？这是我小时候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。动次动次来做事。你弟根本爱做嘛个吗？红萝卜、木耳，你还记得以前第一拜带俺做的东西没有？唔滴呢？之前哈就是阿婆够身体，然后我不是在家里要帮忙煮嘛，然后有一次俺就在灶台旁边啊，你就是搞俺煮鸭豆，我记得那一道我印象超深刻，我就觉得哦，鸭豆菜清好吃，你不用 Andy 出来煮鸭豆菜。好，等一下我先来切一下姜丝。妈，俺问你哦，以前呢，外婆啊嫁婆有带你煮东西吗？冇。所以你的厨艺都是自己学的吗？对啊，或者看阿婆，跟不会就问阿婆啊。真的吗？我也很少看你会问阿婆。我记得些时间啊，都看你在看电视，就会以前我们在龙源宫跟 V 啊，你会做美容嘛，然后看你在看哪个节目啊？菲姐上菜的嘛。对，菲姐上菜。我以前就看你在看跟菲姐上菜，挺好吃哦。菲姐上菜就是她也会那种就介绍锅子啊。我记得你还有买几个锅子黑吗？有啊，去百货公司买。这个话都也还好，就现在的男生就说好浪费哦，你们到百货公司买这样子。败家女是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怎么敢说你败家嘞？好，这个等一下我摆，不用点。有进步哦。俺老公讲啊，以前俺真嘅唔会做出来，刚结婚的时节哦，俺老公哦吼，从头等俺煮东西，就讲哦，月婷，俺要去买自助餐的吼，俺就会老伊讲。啊，你莫去买诺波尔，你不要去买外面的啦，外面的又贵又比较油啊，就什么之类的啊，就很给我买。然后有一摆 Andy 演呀，我们吵架，你去让俺讲哦，我说你知道吗？你大半让等按钮，你让我等那么久，你知道我很饿吗？后来奶张迪，原来是我的厨艺太烂，煮的又很慢这样子，然后他才要出去买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你会问阿爸爸按的蛋吗？不会，我都会先备好料。某人教你都按的哦。不过以前你做美容的时节啊，就会你用班煮啊，你又要做工作，你怎么准备啊？我实在是想不透呢。比如说明天想煮什么菜，明天就先把料备好放冰箱啊，要吃的时候就赶快切一下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我们要煮很多吗？还是一点点就好了？你看。你老俺还有爸爸，那有啦。好啊，那木耳不你切好吗？我来热油。好啊。我跟妈妈，你还记得以前你第一次煮的菜是什么吗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唔得。太久了，煮太做太多菜了。对。妈，俺问你哦，以前呢，你第一摆煮东西跟爸爸生，你有印象他是什么反应吗？反应哦，可能。而且你还记得你煮什么？你煮哪个？我也忘记了，就不知道煮什么。反正你爸爸也不挑嘴，只要有得吃就好了。哦，对，
对，是他就这样，今后有个农家子弟，哎，对，不挑嘴，这样好处很好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很好啊，所以我就随便煮哦，随便发挥，随便发挥，自由发挥是吗？对，因为你也是很厉害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后来结婚这几年，我的厨艺有进步吗？有啊有啊，你有看见 IG 还有 Facebook 都会发文说，哦，我今天来给不你煮满盖哈。有色香味俱全的那感觉，不像以前。哎呦，因为以前你看待在厨房哦，可能煮个1个小时煮1点钟。我老公现在这样跟我讲，他说现在回想这件事，就真的说有一点你以前在煮什么这样子。我们拿一下糖，好，糖有那个汤匙在旁边。有，这边。还有2020的时间，还有疫情哦。那个时候我去买一堂线上课啊，然后老师就教你煮饭啊。我们就是从那个像我们刚刚切东西啊，用板切东西要用板切，然后食物要怎么保存，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练习煮菜，很好啊。对啊，这样你的小孩跟你老公就有口福了。对啊，那吃豆还是要自己煮的，我觉得没有错。自己煮真的还是比较健康。好，我们拿醋啊，你帮我捞好了，我来搅拌，要给拉拉。好，试试看。你要吃宽吗？你试试看，味道够吗？红萝卜，来吃豆是做对啦。想要再熟一点吗？是，有辣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哦，你那时候教我煮这道菜的时候，你就说那个醋很重要，最后一定要加一点醋才会好吃。木耳配醋，真的吗？木耳一定要配醋吗？大部分的小菜是这样的，绝配。好，差不多。我们拿盘子，把它起锅，耶，炒好了。那妈妈杀好了，帮你哦。好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煮的就是意豆炒肉，黑毛。对，还有炒红萝卜加辣椒。你吃辣的嘛？可以啦，要太辣嘴我们会请辣啦，大辣椒不会很辣，可以啊。对啦，我妈妈啊，靠你切牛还会清干呢。厨艺的料理课啊，线上课啊，老师就讲，你刚是讲要用，你吃到清难切，你就先把它放进去冰箱冷冻库冰半个小时，它就会变比较硬，比较好切。或是我教你一种方法，懒人法。哈，还有什么懒人法？你可以放到热水，水滚放下去。哦，你说烫一下，你这样子。对，定型一下。啊，可是这样养分不会就是被烫？其实还好啦。妈妈切好快，那你等一下，你那个切好，我要盐啊，放这边。你要干嘛干？你要加什么？加糖，一点糖，盐。好，糖还有盐，还有酱油。那你先做下一步。好，我先做别的。按牛鱼拉吗？这样子够吗？有啊。糖盐，一点盐，之后放酱油。酱油。对，等下混一下。还有油。还要米酒啦，米酒。米酒要一些。去腥。还有太白粉哦。对，太白粉加好，再放一点油下去。橄榄油。为什么要加油啊？它可以包覆加油，包覆这样子会更好吃。所以我要先加油，再加给太白粉。先加太白粉。哦，所以油是最后下。对，太白粉在这边。那第一摆汤饮讲，给腌肉要加油哎，我只有听过加太白粉，还有各加一起。可能会加一些水，加一点水，就是打水的概念。水你会加水吗？水打好再放油。好，那我来加一滴水，打水之后，以前你在煮菜的时间，我会在旁边很皮吗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你会讲说我要帮忙洗菜，
我也要帮忙这个煮。我会会啊我会这样讲哦。会，哎，俺的声音没空用哎，我以为我小时候就会爸爸妈妈跟隔壁住，我就在那边看电视，然后等吃的那种小孩。原来我会跟你讲说，哦，妈妈俺们让你听书啊呢。会，天数，在我们也会。那你会给我洗菜吗？你们本来洗菜吗？哦，那我要检讨了。因为有时候俺生年就会给到肚子摇啊，然后可能假如说大家肚子很饿，我可能比较他暗得为主，然后大家很饿，我就他们就说妈妈我也要帮你，我就说不行不行，你速度太慢了，这样子大家会很饿这样子。以后我要提前准备，叫他们说，哎，那你们来帮我洗菜这样子。可以叫他们选菜啊，不好的先选掉啊。哎，你油要加很多吗？不用不用，1小匙就好。好，黑爱老你配数嘛该。等一下你帮我切一豆，好不好？我先来热锅。好，还有那些一豆这样切，斜切，好，都对。因为要配合这个菜。好。刚刚讲到小时候啊，就是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，好像是幼稚园老师啊，欣赏大天发了本你啊，打电话给你，然后我不知道老师跟你说了什么，然后呢，就是其实小时候你会跟我们讲说，哎，洗澡的时候门要锁起来，你就敲，然后说，哎，我要进来拿东西，我就开门了之后，你就拿点出洗味。你讲，你根本应该好搞做嘛个事情，然后我超害怕的，但是我什么一句话讲不出来，因为你们都会有时候讲不听，照我就是利用洗澡的时候来修理你们，你们才知道痛。哎，可是我觉得很恐怖哎，脱光光，然后在浴室里面没有地方跑，然后就要被妈妈揍，这样真的是我觉得很恐怖哎。哦，你还记得我打你哦？这是我小时候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。是哦，真的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但是后来有一次，我们大家不是都会聚餐吗？阿弟啊，还有老二啊、妹妹他们就讲说啊，什么妈妈以前就是在厕所里面拿煮洗味，我们脱光光进来揍我，我才知道说哦，我原本以为只有我会被这样子揍这样，后来才知道小孩都有。对，你都没空用，也有这样子脱光光被你揍这样子。你的意思就是很好哎，加宠的，不要。哦，你们的事情，哦，我还不哭，对吧？好，谢谢爸爸，还有妈妈，什么你的。动吃，快做事。我原本以为只有我会被这样子揍这样子，后来才知道每一个小孩都有。对，你都没空用，也有这样子脱光光被你揍这样子。对，每一个都有被揍过。不过我以前真的很皮耶。哦，你哦，上课最爱讲话。你记不记得陈凤珠老师打电话给我？我1年级的导师。对呀，哪有你最爱讲话？你以前，我记得以前开学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会下给联络簿嘛。然后我记得那个每次开学的时候呢，你就写联络簿，就是跟老师说，请老师严格管教这样子。猛抄。哎，来，蒜头。你要先用蒜头吼。哎。等一下辣椒。好，来，嘎嘎。哦，好。你等下先放红菜条吗？哎，黑薏豆。红菜条。好。我以前真的是还蛮爱讲话的，没有错。你真的是每个老师也都说你爱讲话。哎，可是我长大之后，我觉得我没有这么真的那么爱讲话呢。你觉得吗？你为什么要打枪我呢？哎，可是说真的，我长大之后，我觉得我没有真的很爱讲话。我不会感觉，我反而觉得我有点社恐。我只有我比较应该这样讲啦，那他慢熟慢热一些。是哦，对，就是对于陌生的人，我就是不喜欢。那你输我太多。你老爸讲说，我遇到陌生人照样的跟人家聊天，难怪你很适合做业务这样。我应该要后来等一下。哦，我要放了吗？薏豆。再等一下。好。哎呦，有辣嘞！有没有辣？你有没有闻到辣的味道？有辣椒的香味。来，可以了吗？薏豆，我先放一些盐。你要把盖子让公冲下来。来，哦，薏豆，你帮我放下去。好。等下你帮我弄一些水。好，好吗？好。对。
放下来，谢谢。哦，有，现在有辣，我被呛到了。有哦。不过我记得小时候啊，其实这庆牛，我记得有一次我被老师打屁股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那姑姑回来问我说，是不是我打你的？结果我屁股 OK 啊，就五强啊，被陈凤珠老师打啊。哦，那就是你爱讲话。姑姑就会帮我和表妹小雨洗澡嘛，睡身嘛，然后会发现说，哎，你刚才师傅有五强啊，说是你打我，对不对？不是我，是老师。老师还让那个风纪股长，就是爱讲话，不是会记黑板嘛？然后班上还就票选说全班爱讲话前3名，我是前3名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很记得。哦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是前3名？你看我乱讲出马命哦。第3名啊，第3名啊，刚刚好，嘟嘟后第3名。哦，我只知道你很爱讲话，每个老师都会跟我讲。我们家的叶玉婷哦，上课很爱讲话，有时候常常功课没带啊，我常常忘记带下课，你还要回去学校拿东西，这样爬窗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怎么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你讲这件事情，还让想起来有这件事情。哦，有还爬窗户。哦。哎，就是望东望西望。你讲吗？有，很漂亮。来试试看看。好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拿个筷子。菜。下哦。都着。菜嘞，看看菜。有嘛？有辣嘛？哦，都着。煮好喽。哦，你看我煮菜有没有很快？有嘛？有好。来吃饭喽！来吃看啊，大家试试看。来吃到功力没有退步啊？你们觉得嘞？不错，真的很好吃哈。有没有木耳？啊，我做得了。太好了，請叫莫裝來做半年都食咧。跟你這個有限，他叫俾我轉來啊。好啊，好，來吃飯啊！媽媽煮的，哦，還有爸爸種的異豆。爸媽，你們煮飯好像都會加比較多辣椒，是嗎？我家因為小朋友，我犯法吃辣的，那你就把它籽弄掉，就不會辣，配色就不會辣。爸爸你吃啊？哦，你吃看啦。好，啊，吃看你哈。我們去辣，一點點辣，餐飲可接受的。哎，可是我直接吃辣椒还是会太辣，不行，我要喝一点汤。唔可以啦，你朋友講唔中嘅辣就會甜甜哦。聽一排唐人講，辣椒會甜甜。嗯，他们俩夫妻都这样讲，不会辣。看我的脸都皱起来，有点辣。还好吧，我不应该吃辣椒的。哦，所以第二我要去拿那个东西都要尝試啊，就好像人生百態一樣。哦，好，来吃看爸爸的番茄雞蛋面。哎，蛋很香哎，让有那个煎到那个焦香味出来，有香。有。阿妹煮啊？嗯，阿妹煮。大家來煮我呀。好啊。那有一項啊，這些時節爸爸那有在煮，都係媽媽和阿婆在煮。嘿，阿婆就會都天亮後，到天上之後，爸爸才開始有比較常在煮，嘿嗎？是退休。啊，是退休嗎？對。退休他就退休半年了呢。不過爸爸退休之後，我才知道，哎，他會煮。我以前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哦，他還會深藏不露，對不對？看不出來。而且媽媽剛剛在煮的時候啊，秋妹媽媽她印象第一次來阿婆家最愛吃的是什麼？就會給媽媽梅乾扣肉。對。還有好多阿婆樹葉，我
懂会煮梅干扣肉。你爸爸的那梅干菜有学到你阿婆的手艺，弄起来梅干扣肉超级好吃。那你以后要教我。啊？虽然说我以后会不会去种菜，应该唔知啦。那有时间啦吼，爱学术语吼，唔惊无需要交本领吼。跟老人家讲的，术语唔好学很多，学跳多吼，唔得路走啊。你点么个意思嘛？就是学太多都学不精，嘿，大概意思嘿吗？不是，意思是说，得路走就不得脱手的意思啊。因为人家就知道哦，这个你也会做，那个你也会做，就叫你做嘛。那你就没得不要太厉害啊！你都不会，唔会做的时间哈，你就唔做啦。望出深藏不露哈，好多自家要做哈。其迄讲其迄深藏不露，应该对，他在自己包养他自己啦。安尼意思就，有用买，动要做嘛该做嘛，你就还唔做啊？不然你就砍做，安尼意思了哦。好了，吃饭了，难得转来。好啊，来吃饭。啊，谢谢，觉得很难得，今天有金本义有机会转来了，爸爸妈妈吃饭煮菜给你们吃，然后你们煮菜本来是我也难得吃到你的菜，手艺有进步。没有机会哈，那接转来啦，有时间就转来哈。老人家那两路都下呀，无做马事啊，每两个安尼。将近来常常，请看阿里太有转嘛，天也有转嘛，第三面有转嘛，就这样望啊，你这个就像人讲啊嘛，野外向智嘛，你下啥笑不出来？野外向智有咩智向也是冇出样啦，那意思了，长江水啦。好，你的意思就是很好诶，接从来。有咩事情？我下本课，对吧？好，谢谢爸爸还有妈妈，什么你的？我不知道讲什么。我讲到十分钟吃唔落了哈。好啊，家吃饭啦。系啊。平时上安多。反正就很简单，有时间就转来哈，看看老人家，看一拜就社会拜啦。讲艰难谈的一样啦。系啊。看一拜就少一次，这样看一次就少一次。那我觉得爸爸在提醒我要珍惜每一次见面相聚的时刻。从小其实我很少有机会跟他们说，就是有拥抱的机会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也很少会有讲说，爸爸妈妈我爱你，关心对方给发很少。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相处模式比较像是，我关心你，我就会主动的拿菜给你哦，拿蛋给你哦，拿肉给你哦，你要记得吃这样子。我觉得他们也比较不懂得怎么表达。用言语去表达他们的感情，还有爸爸刚刚就说，原来不是你抠啦，就是我给你靠，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在跟我说，我们家就是你最大的避风港这样子的感觉，对。心中。